助教都係最期望㗎。對，你想加誰的？我兩個都想加。你兩個都想加，有點貪心。過嚟打球係一種享受喎。哥，您這邊一個人嗎？係啊。打中巴打斯諾克。我第一次過嚟，我想體驗下打8球啊。我們中巴都有大廳，也有包廂，你要打哪邊？去包房啊，包房安靜啲。包廂可以啊。那你這邊一個人要不要找一個教練你玩？就你啦。可以啊。好，咁過去啦。哥，這邊是我們包機。呢間係咪大房啊？對。哇，間房好大間噃。我先開出來，是你開出來。你先開球啊！你係咩級別㗎？我是高級。聽國貿店嗰邊啲人經常管你噃。你開球好似打槍咁喎。俾多次機會你開多次。笑死我了，怎麼會這樣玩啊？我去，你是從哪裡過來？我喺香港過嚟㗎，我係聽講你呢邊開咗間新場，所以過嚟睇下。對啊，我們這邊新開的。你哋一店係咪喺國貿嗰邊啊？對啊。聽講你哋國貿店嗰邊好旺噃。確實，生意挺好的。那我開了。好。有冇球中啊？有啊，下球了。你打先啦，我想睇下你一 Q 清袋。你經常一個人玩嗎？我就平時收咗工嘅時候冇乜嘢就過嚟呢邊打球啦。報名了。OK 啊。你想我打8個？唔該晒。啊，你呢度嘅服務真係幾好㗎噃。小心啊，別碰我球！你幹嘛？我唔小心呢到㗎。我打一個好厲害嘅推杆俾你睇下啦。你要過嚟我先打到呢個效果啊。我去，真假？呢球得唔得啊？那我啦。咁呢球係咪任意球啊？你能推得下嗎？哇！你話呢球掂唔掂啊？我打球嘅原因就係想啲女生覺得我好犀利。不雙擊了。你睇錯啦。沒有嗎？冇啊，我抽多一次中到俾你睇下。入咗啦！呢一個我應該打完啦。你打哪裡呢？呢招叫喺左打右。自由了。而家你呢邊有啲咩優惠啊？現在這邊優惠，我們大廳是普台是點就要免台費。我喺海博，你哋呢個星期係咪有主題活動啊？有啊。你着咩衣服啊？旗袍呀。助教都係着旗袍㗎。對。係咪2月1號啊？對啊，2月1號。咁到時着嘅話，你應該好靚女喎。會。咁嗰日我過嚟約你打球啊。可以啊。這是我姐妹，下次過來也可以要上她一起來玩。你呢度好多靚女喎。對啊。我可唔可以加你講微信啊？可以啊。我先加邊個好呢？你想加誰的？我兩個都想加。你兩個都想加，有點貪心。咁我先加你啊！今日你同我打球。好。我掃你啊！哥，這邊。道門係咪有少少重啊？有一點點。經邊度走啊？左這邊啊。這邊我們斯諾克的區。可以帶我去睇下嘛？可以啊，這邊我們就斯諾克來。哇，咁大㗎，環境唔錯喎。過嚟打球係一種享受喎。咁下次過嚟我同你打斯諾克啦。可以啊。這邊我們的大廳牌、喬斯、C牌都有。好好噃。兄弟們，呢家新開嘅小門桌球非常好，環境同啲靚女助教都冇得講。而家新店仲推咗好大嘅優惠活動，感興趣嘅朋友趕緊過嚟啦！